有冇試過講完一個好精彩嘅繪本故事之後，正想進入去聖經真理嘅時候，啲小朋友就開始分心呢？又或者覺得自己講得生生硬硬，成日都好似咧講道理說教咁呢？其實繪本本身就係一個神聖嘅空間，唔使說教，真理都可以一樣入心。喺微光共讀呢個課程嘅裏邊，我會同大家一齊由美學出發，點樣透過繪本故事，跟住點樣進入去信仰嘅視角。點樣問問題先有深度？我會同大家一齊去用4F 嘅思考方法，建構一個比較穩健嘅教學框架，使到我哋可以點樣同小朋友從事實帶到去靈性嘅引導。另外，我亦都會同大家一齊咧去做一啲嘅互動策略，一齊咧去嚟經歷寫教案，點樣可以咧將信仰故事一齊咧實踐喺我哋嘅教室嘅裏邊。誠邀大家一齊參加微光共讀。我哋唔再成為說教者，而係透過繪本成為觸動生命嘅橋樑。